看到了，我可是受害者。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死拽着他不放。哟，怎么着？你还想打我呀？啊？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变成了有钱人呐。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变成了有钱人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变成了有钱。干嘛呀？哎，每天不修边幅也就算了，你还做了那么多让我下不了台阶的事情，你怎么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你自己呢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一直想拉着你往前走，可你呢，却一直停留在原地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。你不要无理取闹，你给我出去！我想我还是分开比较合适。失去爱情的那一方才是第三者，所以你才是第三者。离婚。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换回来，爱情不是你想买，想买就能买，让我想开，让我明白，放手不难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把我怎么了？算了，啊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酒后乱性这种事情，我不会让你对我负责的。哥，你把我台词给抢了。你别激动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怎么负责呀？跟你老婆离婚，娶我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做第三者，不会抢人家老公的，所以算了吧，这件事我不会让你负责的。拜拜。龚浩，我们离婚吧。二哥，买了。啊。什么时候才做早饭啊？快饿死我了！今天恐怕没时间了，我要跟你哥去办离婚手续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妈，世界第8大奇迹，胡小黎同意离婚啦！什么？妈，快来！你说什么？胡小黎同意离婚了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我这个正牌狐狸精，做的还真是失败。走吧。
妈，哥总算是想通了。唉，他们俩也确实不合适。分了也好，分了也好。钱我会打到你账户的。不必了。小林，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。你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找我好了。谢谢。母亲，我又失败了。李儿，你放弃了。既然遇见是劫，事到如今，我不放弃还能怎样？是缘是劫，一念之间。若你无法自己冲破此劫，便会生生世世受困于此。你可明白？去吧。若你依然决定放弃，随时可以回来。只是这一回来，便再也……先有我自己，才有我们；先有我自己，才有我们。我要回去。想明白了？我不能那么轻易的放弃。我知道我错在哪里。要先有自己，才会有我们。在和小浩以前2段感情当中，为了他，我忘了自己，可我还是我啊！我已经苏醒了。所以我以奶奶的名义发誓，为了我们狐狸精的尊严，我要改变我自己。母亲，我要问你这样东西。听说我爷爷的爷爷有一颗灵丹，服下它之后，做任何事都能快10倍。我既然离开灵狐山不能使用法术，这颗灵丹总可以吧？你呀，对我们灵狐山的宝物还真是了解。但愿这颗仙丹能够助你一臂之力吧。谢谢母亲。Long hair, short hair, big eyes. I have long hair. I have short hair. I have big eyes. 听说你和你妻子离婚了。以前我说过，绝对不会做第三者破坏你的家庭，哪怕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我也不会叫你负责。可是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你我都是单身。唐小姐，我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，除了工作，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考虑。我知道，我还有事，先走。
你的条件非常的优秀，明天就可以正式来上班了。喂，都计划好了？嗯，很好，那就按计划行事吧。是。去你办公室。你到底想干嘛？看不出在找钱吗？还有没有啊？没了。没有。这是什么？钱你可以拿走，钱包给我留下。还要钱包？我杀了你都行。小偷！诗诗，诗诗，你怎么样？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会来。我劝你赶紧走，走啊！你别走，要不然你别走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刚才给你送夜宵，我怕他伤到你，你没事吧？诗诗，你怎么那么傻？诗诗，诗诗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快醒醒，醒醒！你醒了？对不起，就真被你咬死了啊！有空吗？你好。你好。稍等。妈，又没有早饭吃啊。哎，妈。这都几点了？你媳妇还不下来做早饭？哦，妈，可能是昨天工作太晚了，所以没起来。老公，我渴了，给我倒杯水吧。真像个狐狸精似的，还是专吸人精气的那一种。孟总，明天的行程是不是有点紧啊？明天中午的饭局取消吧，这2天每天在外面吃太油腻了。好，反正平时我也是自己在家里做。那你不介意今天晚上邀请我去你家吃顿家常便饭吗？我家？不欢迎我？去他家。好的，孟总。一点简单的菜，不知道你要来，随便吃吧。啊，我尝尝。错。啊 ，sorry， 我这个人平时嘴很刁，而且饭量也不大。没关系，吃不完，我明天可以继续吃。现在能做这一手好菜的女人真是越来越少了。哎，小黎，我看公司档案上写着你是单身，你没有男朋友吗？哦，别误会啊，领导关心员工生活而已。我离婚了。Sorry。没关系，失败乃成功之母嘛。相信下一次我不会了。我也相信你。
公子好，公子好，公子好。那老公，你去忙吧。拜拜。喂，你说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现在做了 SR 的老板娘，见你都要预约了。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今天找你来呢，是希望我们之间能有一个合作。你要 SR 的项目资料和策划书做什么？有了这些，我们就能拿到更多公司的全年广告代理。这种事情找我帮忙，找错人了吧？唐诗诗，别人不了解你，我了解。爱情、婚姻，只不过是金钱和权力的垫脚石。我还有事情要忙，先走了。诗诗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哦，老公，我今天有点累，不去了吧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自己吃吧。怎么把钱包落在办公室了？你在干什么？老公，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我在网上订点东西，电脑坏了，就用一下你的电脑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忘了？上次咱们还说过呢。你好，我也好。哦，那给咱妈和咱妹一起订一个吧。啊？你说的不是那个驱蚊手环吗？到了夏天我特别遭蚊子咬，你想，我睡不好，你也睡不好。哎呦，不是，是那个，是啊，那个是你好，我可不好。讨厌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这都几点了？我做好了饭，等着你们一起吃呢。哦，最近公司比较忙，我们就在外面随便吃了点。以前小黎嫂子在的时候，妈哪里用得着亲自动手做饭？现在饭做好了都没人领情。不是我说你这个媳妇，她哪像个媳妇的样子啊？她眼里有这个家吗？每天浓妆艳抹的，像个狐狸精似的，哼，成什么样子？哟，妈，我有这么大能耐呢？那你可得看好你们家儿子了，别让他给狐狸精给迷住了。哼，你看看你老婆，好了好了，有没有贵气？你离小黎嫂子差远了。好了，你别吵了。以前小黎在的时候，你还不是嫌她不够体面，帮不上我吗？现在又嫌弃诗诗，妈，你要是觉得累，明天我找个人过来帮你好了，啊？妈，早点休息。哎，小浩，你哥他变了，他原来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。来了，妈，这个呢是青椒炒鸡蛋，这个是干煸四季豆，这个呢是炒白菜。这道菜厉害了，它是我拿手好菜，烤鸡翅膀。开动！这简直就是一现实版的黑暗料理啊！
我得赶紧拍照发朋友圈。嫂子，你可真有才！哎，妈，要不您先尝尝？啊，不，辛苦了儿媳妇。今天我高兴，我请客，多添几个外卖菜啊！快去打电话。哎妈，您不是说了吗？外卖的菜多油盐，多不健康啊！健康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。诗啊，你平常那么忙，其实有时候吃外卖也没关系的。还是妈对我好，妈最疼我了。哼。小黎。啊？你想不想试着学做项目？项目？是啊，我觉得你的能力很强，学习能力也很快。这个项目一会儿市场部会下订单，你入手跟后续，我会带着你。哦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会好好用心做的。OK， 那我们准备吃饭去。啊？可我家里什么都没准备啊。你就那么喜欢我去你家呀？胡小黎，我们现在是在工作，一会儿去餐厅，一边吃饭一边谈工作内容，那是工作需要。OK？ 哦，我知道了。这应该都是些小打小闹吧？蚊子肉那也是肉啊。再说 KT2的订单今天刚刚到手了，那可是块大肥肉啊。所以呢，我叫你不要着急，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只有等我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了，咱们才可能有更大的行动。坐这儿吧。这个呢，只是我的小小诚意。认识？认错了。哎，小黎，你平时休息的时候都干什么呀？你喜欢旅游吗？孟总，你不是说一起来谈项目内容的吗？吃饭的时候不谈业务。啊？啊什么啊？点餐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，老公？这么大火气？莱山要取消所有的订单，说现在跟他合作的广告方有新的打包广告政策。都合作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说取消就取消呢？哎呀，好了，老公，莱山也不是什么大公司，算了吧啊。喂，哥，妈晕倒了，你快来医院啊！啊！林亮，妈怎么晕倒的？我问过你妹妹，你母亲本来就有高血压，平时的饮食还不注意，就你们这样天天吃的油腻高盐，不晕倒才怪呢。那严重吗？先留院观察一段时间吧。咱们都是做儿女的，平时不要只顾着工作赚钱，多关心一下家人吧。都怪你，平时不是黑暗料理就是外卖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在怪我了？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自己有手有脚，怎么不会照顾你妈呀？公主病太严重了吧你？好了，别吵了，一会儿妈都被你们吵醒了。诗诗，这2天公司那边就交给你了，我留下来照顾妈。好的，老公，我知道了。请叫我女王陛下。什么事儿啊？进来吧。唐总，这里有份文件需要龚总过目。哦，
龚总的母亲病了，这几天公司所有的事务交给我来处理。放下吧。您看一下，这是和 KTR 那批货的材料选定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下场了。没问题，下单吧。好的。通知市场部和 S2解约。不会吧？这是刚下不久的订单啊！他们居然偷工减料，像这种没有诚信的商家，以后永远不要再合作。偷工减料？不会的。我是说不会吧？他们第一次跟我们合作，应该很小心才是。我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胆子这么大。小丽，这也算是一次经验。你去跟市场部商量解决这个问题。来啊，再来一个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材料我本来都定好的，怎么又变了？你嚷嚷什么呀？我哪知道你以前用的是什么材料？我只是负责看一下订单合同有没有纰漏。我哪知道你下面的人会搞这种鬼？他们都跟了我多少年了？哼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以前是你亲自负责审核，他们当然无从下手了。现在好了，逮着机会了，就知道陷害我。我没有不相信你的意思，不过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挽回和 KDR 的合作。Sorry， 以后我这个电话你来接，如果是 S2的人，就说我不在。喂。哎，你好，请问孟总在吗？哦，我是孟总的助理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，我会转告孟总。哦，我是 S2 公司的龚浩，我想约你们孟总吃个饭，谈谈这次合作的事故。哦，好，我会转告他。好。怎么样？他不见我。S2的人是，他们想亲自找您谈谈。没有什么好谈的。以后只要是 S2的全部推掉，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种没有诚信的商家身上。OK？ 可是我听说过几天 KTR 会联合盛梯集团举办一个慈善晚会，我猜孟总一定会去。哎，老公，不如咱们直接去那儿吧，一定能找到他。对。诗诗，你真是我的福星啊！那当然。有话要说吗？孟总，对方好像很有诚意谈这次材料事故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们是国际大公司，应该比他们更有风度。或许我们可以听听他们的解释，不是吗？照你的意思，如果我不给他们解释的机会，就代表我这个人特别没有风度，是吗 ？OK， 我会考虑的。谢谢孟总。过2天有一个慈善晚会，你会是我的舞伴。回去好好练练。如果到时候你踩了我的脚，那这个月的奖金就全泡汤了。这也可以。算你狠。啊？什么？好啊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产于波尔多的拿格卢红酒，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故事呢。啊，据说当时在古罗马时期，有一个将军叫拿格卢，他爱上了一个葡萄园主的女儿，但是后来这个女孩不幸去世了。别发呆了，赶紧找一下孟总吧。将军就留在那里。走吧，酿造美酒纪念爱人。所以他的酒啊，
都是为爱而生的。各位，今天的慈善晚会正式开始，请大家尽情享受这个夜晚吧。那个女人怎么越看越像胡小黎呢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非常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慈善晚会。那么接下来，我想邀请一位我认为是今天晚上最具魅力、最有气质的女性，与我共舞一支。我想邀请这位女士。May I？孟总，不好意思打搅了，我们是 SR 集团的，这是我们龚总，今天来找您呢，主要是想跟你解释一下上次材料上的失误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现在这里不太适合谈工作。这位是我的助理胡小黎，有什么问题，你们预约他的时间。失陪了。你们好。